有了隻光絲密碼鎖，出門都唔使帶鎖匙了，可以鎖門又可以鎖車，真係有咁方便。來，我哋先睇商家吹水。小型的鋼絲鎖，有了它以後出門不用帶鑰匙了，鎖門、鎖車、鎖包、鎖櫃子都可以，結實又安全，實用又方便。睇了嗰隻視頻，相信好多人都會俾嗰隻光絲密碼鎖個方便性、實用性所吸引，因為唔使帶鎖匙，一撕密碼就可以打開了，確實好方便。但係商家對嗰隻嘢個安全性一隻字都冇提。視頻同款嘅光絲密碼鎖我就買回嚟咯，使咗我19蚊嚿，花錢我慳，我來踩，免費紅燈，幫我點嘢。如果我拆開睇睇，商人廠家商人地址都有，嗰啲寫咗合格證啊，嗰啲就合格證。我哋打開睇睇，裏頭乜嘢都有，就係嗰隻嘢。嗰啲係310，應該係初始密碼係310。咁難掹出嚟㗎？哦，要撳到啲掣個，一揼落去，一打連密碼，嗱，佢就冇掹得出嚟咯。要試喎，310，嗱，310，咁你一撳就貼出嚟，確實好方便。而家我就來到台摩托車啲咯，我哋首先作起鎖起身睇睇。嗱，一鎖起身，一打連啲密碼就冇開得啦嗱，你睇，嗱，咁要撳就冇撳得喐，嗱，就冇開得咯。突然間攞隻插漏點到把剪刀，咁咪一剪，哦，填咯。嗱，你睇，嗰隻光絲密碼鎖呢，我就出嚟咯。你睇下，呢條光絲都係同條牙籤咁大嘢，冇講鎖車哦，鎖狗車都冇鎖完。同咁嘅產品，我必須曝光你，關注小兒，讓你購物少踩坑，冇上當。